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喺股市打滾時間耐咗，其實睇多咗 K 線嘅形態走勢。但凡你細心少少啊，有啲股票嘅形態，其實你睇一眼就知道要下跌啦。譬如呢5種短線出貨嘅形態，高位錘仔吊頸 K 線，專門吊人嘅 K 線，成交量越大，吊死嘅籌碼就越多。如果冇龍頭股嘅運勢加持，就唔好諗住佢會反包。第二種長上影線，好似一條避雷針一樣，衝高係有多，回落係為咗套住我哋散戶。長上影線係代表套得深，成交量爆量係代表套得多。爆量避雷針，追高嘅籌碼套得又深又多，股價就比較難升翻上嚟。所以高位遇到避雷針就要識得閃。第三種大陰吞陽，當走勢如熊，攻勢如虎，出現大陰吞陽，直接食晒前一日嘅大陽線，成交量放量，量越大，代表俾呢條大陰吞嘅籌碼就越多，能夠放量將前一日嘅大陽線完全吞晒落肚，多頭就好難再扭轉局面。第四種空頭冇止線，股價首先打出一個漲停板，佢唔漲停，你又點會去追呢？你唔追，佢又點樣出貨呢？第二日嘅低開，總會有人覺得呢個係機會，有着數，但係最終係低開低走，你先發覺你跌入坑啦。空頭冇止線，人肉出貨，所以永遠唔好為爆量漲停後嘅低開而興奮。第五種烏雲蓋頂，呢條大長陽本來係好事，但係俾第二日嘅大陰線破壞咗氣氛，市場嘅資金轉移悲觀，上升就到咗盡頭，交易活躍低咗，行情就睇唔到希望。所以記住，任何一隻股票只要出貨，都會有明顯嘅成交量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嘅視頻嘅老友記，股市長紅，2026年大家都係越嚟越好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